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无影无影，无你亲像无命，三顿才无心情，要哭惊无声，阮是双声，你的看是几牛车，放阮的心在通听，假做不知影。问你需要啥人陪？问你心爱倒一个？我不是少年花，若是无心无情无爱，就予阮知。为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强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，梦只听着心在喘。为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满满期待我来亲一口。对你用阮的青春相送。哎呦，好，那就金棒啦！吼，我影仔就不是天牌，紧的啦！你是无代志，在那装笑的，害惊阮大家哦。我哪有咧装笑的啦？我是当仔咧烦恼讲吼，要安怎甲推过哦，干妈女也会死咧啦，我都唔知要安怎开嘴啊！咱想到都要甲推过，阿你也会失礼啊。啊，米粉跳北去的时阵，咱毋是一直咧怀疑内部啊？但即马证明毋是伊啊，煞免甲推过，甲阿女也小会死咧一个。对啦，应该啦。啊无，咱即马就来啦。等我话一下。阿爸母，唔免去啦。谁那免去啊？哦，刚真正是来报做对无？唔是啦，我意思是讲即马伤暗啊啦，反正你明仔载去打嘛是袂当着推白啊，对无？对啦，你问讲安尼也是有理啦，啊无明仔载遐去啦。无啦，我想要是即马去较好啦。啊，推过啊，人遐故意的人，啊，伊家己嘛是一直咧怀疑内部啊。啊，为着即单代志尔，啊，无安尼冤安尼。我看今仔哦，无去甲讲一个吼，袂用一啦，今仔去较妥当啦。对啦，你讲安尼有理啦，啊无你紧张换衫啦，咱行一逝啦。好啦。头家，喂，酒搁甲我灌。少年啊，你这酒啉啊多对无？身体会怕歹去啦。你管遐尼济啊？啥物？啉酒若是会通解忧愁，世间都无遐尼济做善的理由。来好啊！家己一人在啉烧酒，哪有啥趣味啦？阁是你哦，安怎？你阁要来遮请我啉烧酒啊？哪有啥物问题啦？来宝，若是要爱刺激啊，就来去我场的啊抢一下，比啉烧酒较赞哦。安怎？你毋惊讲到时我阁破歹叫是？人咧讲戆酒戆一摆，哪有定人咧讲呢？啊？啊，毋过我即阵辛苦了。哦，无钱哦。哎呀，这毋较简单。恁母啊，毋是买3客2只哦你。车空去转啊。头家，算上。好。这好啊，对，这单好啊，对，哈。多谢。推哥，阿蕊啊，阮今仔吼是专工
来甲阮回失礼啦，哦，实在哦，阮无应该怀疑来宝也白米粉啊。对啦，歹势啦，我安尼甲你动骹动手，吵吵闹闹啦，真歹势啦。玉啊，唔通安尼讲啦，咱拢过是家己的啦。但我甲恁柳丁哦，算计嘛几了10年的好朋友啊。即阵啊，上遗憾的一点就是讲哦，咱袂当结亲者。囡仔大汉啊，这想法拢跟咱无共款呐，咱嘛是拢无法度的嘛吼。这点我也了解。嘿啦，有影啦，这阿妈吼，刘丁啊，我看咱先来转啦。哦，好，对对。快点吼，咱明仔载大家拢会见面的啦，有代志明仔载才讲就好啊啦。对啦。嘿啦，无阮先转来啦吼。嘿啦，谢谢。先行。歹势吼，这后尾甲去再过。好你加在，原来美云无讲出来某代志。美云哦，实在是一个真乖巧的查某囡仔。讲家啦，来继续啦，来继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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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好日子，过好日子。进来啦，进来啦！先发！加啦，歹势，来继续讲嘿，进来讲继续啊！来，先发啦！来宝，歹势，今日手机安怎？手机不好，真歹。好，来宝，3工内爱加提钱来牵车转去。我知啦。好，行，进来。好啦，一定阿出呀。早顿等恁煮好啊，就是了我出去。免啦，我知影你做友好的啦，我看恁老爸吼来面搭凊彩煮一下面食就好啊啦。有啦，免踩遐啦，紧行啦。美云啊，问题毋是讲下暗吼要过来讲婚事的代志，叫伊较早来哈。有啦，行。来宝，阿母，来宝，你是安怎？哪会跪咧？紧起来，起来啊！是啥物代志？你啥那跪咧唔讲？你莫互阿母烦恼，紧讲啊！阿母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该死啊！到底是啥物代志？你讲啊！阿母，昨暝阿爸甲我骂到心情真歹，我就走去跋筊，我也无本钱啊，结果我煞甲迄台客人车，去当去别人遐甲人借钱跋筊，想要到讲，你的意思是，拢输了了？阿母，因叫惊人讲吼，3工内我若是无甲车牵倒转去，伊要将迄台车烧到袂掉呢。阿母，你要替我想办法啦！来宝，迄台车拄我贷款买来无偌久，你哪甲输去啊？阿母，我是一时糊涂，后边我唔敢安尼做，后边我唔敢啊！你是敢借偌济？我敢借30万。 30万，30万！即摆菜单生意也无好，贷款的负担阁遮尔重，但是咱做才好。阿母，拜托你啦，你一定要甲迄台车牵倒转来。我假使讲若是无车，我就无法度洗车趁钱啊！阿母，拜托你啦，阿母。 若无吼，就要甲我遐股票拢卖掉，我毋知有够无。阿母，
我知影我唔对啊，后边啊，我保证讲，我绝对唔敢搁安尼做啊啦，阿母，我保证啊。来宝，你已经大汉了，你家己爱会晓想。若无吼，连阿母都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阿母，我知影，我绝对袂搁安尼做，我袂搁安尼做。害我为你一个心人难担，想要你。波澜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，你讲要给人温柔。阿母，无对，你等下。来宝，人若行唔着脚步，永远拢是白。只要咱家己有迄个志气，好啊要做，共款踮这社会上，也是有法度通教人行起。拄则你家恁母安尼讲的话，我拢总有听着。只要你若是要重新做，你欠遐个钱。我才教恁母啊，负责害人。阿爸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若是甲车牵倒转来，我一定要好好认真打拼，赛车赚钱。你放心啦。希望是安尼。对啊，伊爱股票甲卖掉。哎，阿美云啊，你来走来店里啊？来到卡手啊！阿母，美云啊，啊你身体好啊袂离吼，是安怎出来啦？哎哟，拢来遮斗做一寡轻松的工课，无要紧啦，但要处处无聊的呢。美云啊，菲菲啊，美云啊，啊你即摆身体有较好，好足多啊啦，多谢菲菲啊，这是阿伯一个意思啦。多谢菲菲啊，美云啊，你家看恁推伯啊吼，真正有够照顾你的啦。还知啦。我推诶，我推诶，来宝代志拢处理好啊啦。来爸，啊最近拢无啥看呢，啊是去倒趁钱啊呢？啊，就再来去南部，这几项拢无伫台北。这少年家啊，趁钱罔趁钱，身体爱顾啦吼。啊，毋通为着趁钱啊咧，害家己的身体害歹去，还着害溜溜啊！哎，对啦对啦，哎呦，大家坐啦，我来煮面，互大家食一个点心的啦。坐啦坐啦。对，坐啦。坐啦，来宝，你有听着？人安尼哦，大家拢真关心你啊，所以哦，你爱较拍拼哦。美云啊，美云啊。来宝啊，啊你最近好无？无你遐尼好。啊，无推啊，我想要叫来宝吼，请我去拜拜啊。推伯啊，啊毋着叫你坐讲。免啦。问题啊，阮这刘丁的哦，有你这囝婿哦，伊真正足有福气的。多谢推伯啊，好啦。推哥啊，当我的囝婿，就是你的囝婿啊，你着当作家己人啦。我较无迄个福气啦。兄弟啊，阿美云啊，即马身体也较好尔，啊无你等遮陪开讲者吼，然后我来拣一寡菜啊，坐啊坐。无，兄弟啊，坐啦。美云啊，坐啦。面了未好啊，吼，先食食。美云啊，迄来宝啊吼，看起敢若有啥物心事呢？有啥物代志是？免有啥物代志啦。你若知我伫遮啊？我连你也找无，我免有资格做刑事啦。来宝啊，后摆毋通搁做出一寡互阿母烦恼的代志啊！
你才看到问题，我足紧张的呢。我知影。恁爸即摆愿意替你甲车牵转来，表示讲是真心的爱你。较早定来甲你拍，甲你骂，其实伊拢是为你好呢。来宝啊，做伙来拜拜啦！阿母啊，神明我定下咧拜啦，你去拜就好啊。我阁有重要的代志。好啦，较早等来食暗顿哦。请问保庇，保庇阮来宝做生意会当平安顺心，保庇因爸仔囝感情会当和谐，保庇阮林家一家口啊会当像柳长营，家庭美满幸福。文姬啊，你是咧想啥？我愈想愈唔对呢。迄内宝啊看到我吼，敢若有一点仔惊惊的。你伤敏感啊啦！迄毋是我敏感啦，推嘛看到我甲内宝烧借问的时阵吼，就随家揪去边仔啦。我看吼，这一定有问题啦。你哦，警察做伤久也毋才有这种反应，啊看人你创啥就怀疑人。好啊，咱要搁提起内宝的代志啊啦。是啊，咱莫提起内宝啊，敢讲我讲到伊，你心肝会来摇？我才袂咧。虽然吼，我甲内宝也是自细汉斗阵大汉的，也毋过吼，你也是会使互我挖苦的人，你莫想遐济啦。碧慧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互你失望。害我为你一个心人那等，想要你。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，你讲要给人温柔。进班啦！来吧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讲，嘿，下手较美丽啊，就是讲，嘿，来啊！哦，你是不是牵客人才去转？这里边管，先提一班啦。来，来一班，你先摕去拨，豆豆仔拨，也手气若歹啊，也收着，爱拨好赢啊！你放心啦，3年一轮好歹教人啦，那有逐工互恁青草，我拢变好。是，叫你好运，这。来，先几位我。母啊，老早。老早，哎，土爷啊，啊你今仔日哪有用踮咧厝内食早顿呢？啊，你也着讲早起有煮啦，叫我来食，才去做生意啦。哦，对啦，早时啊若无食吼，就去做生意啊，身体会怕歹了。我知影。你啊，内哥阿哥咧困，哪无爱起来食早顿呢？透早就去做生意啊，可能载人客去南部的款啊。安尼哦，对啊，你着甲内宝啊交代哦，开车较细腻的，较稳啊开的吼。我知啦，等下我来讲。母啊，啊你来白问两句，安尼敢食有饱？啊，等落食老吼，嘛食袂落去咧，食无偌多啦，我安尼就食饱哩。看。对啊，唔免甲我牵啦，你做你食，我家己来就好啦。好啊，较细粒啊好啊。可以啊，你慢慢啊食吼。哎呦，豆豆行诶。好。你啊，内部伊讲有拍电话讲伊要南部是？他不骗你。
来宝啊，最近怪怪怪啦，你也小家注意一下。对啦，较有信心的啦。这摆吼，你答应甲车牵倒，伊足欢喜的呢。伊知影你有咧关心伊，一定会搁较拍拼。感谢想赢呢。你对来宝哪会遮无信心啊？你啊，你心肝伫想啥，我拢总知影。你关心伊听伊，爱伊这拢过是应该。也毋过啊，毋好啥物也做毋到代志，你搁替伊暗扛，死到会去害着伊啦。参像一天啊，看到文治啊来，一个面全拢总捏实去，你敢看无讲啥物感想？你是要话讲啥？问题也毋是鬼啊，来宝谁人要惊伊？若无是上介好啦，咱若无哦，无采共咱辛辛苦苦饲较遐大汉，了然。我爱同你讲。来，紧地啦，来！你有钱无？若无钱我唔爱报啊！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我若无钱，伊会负责啦。来啦，紧地啦，来，喂，等下啦，喂！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伤心伤意也无彩甲，爱情拢是掠人。是怨气，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？等你一生，等到死。